因伊嘛该就不是错，简单最好，从今暝就好，平安航道一早安静角落，人生嘅方向爱看无马多，从今一站生命颠簸，洒洒出走，落去天堂。 该去路径一点轻松，山东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两只猥琐的人生，一只细细的希望，爱航通，看起世界错也很错，不爱一站巅峰，感到一点轻松。 告诉周云，这次就算没有大过，小过也逃不掉，叫他自己要有心理准备。俺想要提倡改了出片的形式，唔好唔记得，记得要做个好送的。我记得底啊，有想法。哎，你会革命哦？错，很像爱革命。老南农的事情啊，像你同多咧。你讲今晚不敢去啊？也就老娘没讲。 各位同學，你到底學校做本人破壞，不過向大家還未準到高十地度，今本月升旗典禮該到高十金行，昨晚不發生嘅事情啦，學校為客家老先生家頭開會處理。看什麼看？回去上課。 想骂还骂错字啊！當然，假使還有東西本人破壞冇發現，就請同學家家通知自家嘅先生。幹，誰弄的啊？最後，高中希望大家做對盡到遵從嘅懲罰，也請先生加入各個所在嘅清潔嘅工作，同時協力。 恢復學校本來嘅樣嘅，接下來就請同學老先生向我準備升旗典禮。这都懂奇怪嘿，初安部下两三明明就强下，跟篮球你无去动，俺也无去动，做嘛个本人动烂嘿呢？啊，初本人有人，你有看到吗？啊？你不要喝饮料啊！你啊，跟你们
为什么？啊，no problem 啦。你也是不啦？那看你说不？看，你也唔会想，啊我鸟了。大家干嘛？我警告你哦，不然又跟过来。你到底要干嘛？我想要跟你做朋友。看，变态！不好意思，我喜欢女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也喜欢女生啊。一半，你知道吗？交朋友真的好难哦。在班上，连愿意跟我并桌吃饭的人都没有。体育课分组的时候，大家都嫌我很丑，不愿意跟我在一组。这2年多来，要不是因为有你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一半，要是你是真的人，那该有多好啊！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怎么想的，但是我认为这种行为简直就是以下犯上，就叫做乱来嘛。如果各位要称这种行为是革命的话，我非常的不能苟同。不然那2个家伙为什么还戴着那个什么搞笑面具，连脸都不敢露嘛？这就叫不要脸，邪门呢！那叫鲁夫。我管他叫什么夫，反正现在不把这2个人揪出来，我就辞职 right now。哎呦，刘老师，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啦，不要激动，来坐啦啊。谢谢大武老师的发言，也感谢其他各位老师的意见啊。对了解嘅事情啊，我想冇乜嘅重要啦，重要係統計老內容。學生希望啊，按做老師嘅會注意家頭嘅想法，會尊重家頭嘅感受。我相信啊，俺大家做学生的时间啊，对于学校对于老师就有个意见啊。所以俺啊，我家头的创意老勇气，故所我想啊，利用2摆的机会啊，好好检讨，谈谈学生家头啊有乜意见。大武老师，你真给我样做？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我表达我自己的想法的方式。大武老师，你爱想管度哦，你是一个好先生哎，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如果你真要走，至少要等到学期结束后再离开嘛。是。学校里啊，有这样的学生，我留下来也没多大意义啊。大武老师，
好吧，既然你这么坚持，那我就把辞呈收下来了。感谢大武老师啊，这么多年来对我们学校的付出。校长，你有没有搞错啊？你要纵容那样的学生，放弃像我这么好的老师啊？哎，大武老师，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我知道你心脏专有支架。我很想哈，利用2摆的机会啊，你做得好好歇困啦。等你的身体较好，你再来讨论，再来好搞搞事的事情啊。大武老师，哎，大武。认真一点写啊！记得3个人笔记要不一样。琳娜，哎，这几个男人帮你们买。没钱啊，月底没钱啦。喂，可以借一点钱，买书充实一下知识。这又变屁股口袋。快没烟了，转过来。哎，他们是我朋友，如果你敢动我，就等于动他们。要抓到你就死定。你们2个是不是要挺他？如果没有要挺，就让开。我跟他不熟哎。但是我看你不顺眼啊，所以我挺他。怎样？哎，蓝总！不要打了，这样不要打。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轻盈身，一只细细的希望。痛啊！上英啊，我按究嘅麻烦要太多咧，拜托，输掉的分去，本来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哎，那用你按用啊，爸讲讲法嘅啊？一喺挨细细种英嘅，留其他是面目强用啊。Oh my god！那个，你们看，是不是这种？那个店员跟我说，这是最大号的。我也有吗？啊，都要不要贴啦？这做嘛该啦？那个，因为以前老 K 他们便用我去买东西，从来没有把买过的东西分我。谁跟那些人渣一样啊？我以为这样你才会把我当朋友啊。你帮老 K 他们写作业，给他们钱，记得就把人当做朋友吗？卡，冇救咧，朋友唔系按你搞嘅，你唔系用嘴讲，我想给你们做朋友就可以的。希望你巴到挨发按到时间老麦子穷下分，做嘛嘅？我会听你们的，我会听你们的。太聪明啦！
反射啊，反射啊！我不是故意的，反射，反射。喂？哦，好啦。迄朋友冇？是。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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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你做嘛给啊？我跟你们说，只是这种起伏的纸莲花，每折一下都要念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用会底啊？是我阿婆告诉我的啦。那你阿婆应该多帮你折一些纸莲花。你有会讲啊？你无迄人讲。哎，迄尾老娘就免风的上有关。就迄有你那种欣赏，马该都唔关心，怎么个按着好上的，遇到个问题，无人去处理啦。你们在为我吵架吗？念的阿弥陀佛啦。也就选了很两个哦，这么上大。嘿，也得闷无通多嘿。来讲，这么上大。就做硬让好人就好了啊，差安都会做嘛。嘿，注意你讲话的态度哦，我领爽呢。你们迄大雄嘅欣赏啊，基本老客气就欺负人叫人弟毛，你有关心冇？胸康，老少，你和咱兄弟关系嘛？太慢的啦。错啦，我有时个慢半拍啊。不过，我绝对唔要强势的人。从生我就搞我，做嘛的事情想清楚，安尼敢会强势？敢因为安尼，怎会做唔出事？其实哦，你动枪啊，都好电风神。不过像你安尼的人哦，一做唔出事情就无信心。一无信心哦，万一事情就做唔好啊。你还在唔讲法哦？好啊，无爱问啊，老咱拢睇福到地边，要出安尼的事情来，到底有冇爱改变咯？有，哪有改变？千万爱行出第一步嘞。你呢？阿川先生。哎，每次都会大雄，声音怪怪的，说什么他只有一个朋友是一半，什么东西啊？你去做伊朋友啊？去啊，你屁用啊？你去啊？呵呵，我唔爱唔爱。哦，伤了一讲哦。哎，很困难，去到谁啊？看起来差不多你先偏医生院。哼，安咯。不过莫说唔会查，老奶偷空逼，
5年。不过伊看起来爽眼，像囡仔未见过伊。照相啊？去啊！唔通照相嘞？糖糖，原来阮心中的落魄嘞，听说杨阿婆的啦。两个总在暗甜哦，可是落魄的哦，食堂都学的太哦，糖到两个花哦，唔伫我哦生去假的哦。挨着个方法，反正哦，听说养嘢啦。切，哎哦。糖糖啊，我转去不卡了一下嘛。唔会听。我爱去拿水来本身哈。什么阿婆？喂，跳墙嘞！你那什么个？俺孙山拿了本身啊？你孙山拿嘛个？俺是嘛个啊？喏，按用讲法就错的呢。糖糖，阿婆呀，莫迪啊，俺去人看一下。中按9，韩按4，阿婆数听呢。糖糖，像按照按用的，你用头脑记了，爱出力淋水免皮，爱想哦，按照做在一次按用的，做嘛个都强下，听说动好啦，古说。你现在系个什么朋友嘛？原来你中意阿婆也种型的呀？啊？哎哦，你要让阿老婆被绑到安用了。我做出第一戏份，我不开糖糖啦。答应我一件事情，我就为了我天数。我就在等你4天4。呐，以后啊，莫过来偷帮阿老婆嘞，做得嘛？有简单嘛？好啦，我老公讲啦，下周啊，我糖糖啊。要去医院做复健呐，食饱住就脾气呀，哈，没问题。来，我们拳头握紧，来往上慢慢来，很好，再弯多一点点，还可以吗？好，来深呼吸。好，来我们放5秒，4、3、2、1，好，来我们放下，放轻松，好，很好。动通黑吗？我讲笑话本你看过吗？就是啊，小明还有一个同学啊，很爱放屁，然后每次放屁都放得很大声，
就小明受不了了，他跟他同学讲说：“哎，放屁放小声一点好不好？”就他同学呢就在椅子上面左右摇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同学把屁调成震动的啊。内底有一个人，同我谈你讲心事，韩国应该两清，等下做好复健，我就带你去亲近，好吗？我心情唔好，因为我要分你弟的时间，缺请阿爸。迄讲你有心思，要做对老阿爸讲。希望我去咖啡店，你个人卡吃盐。我巴肚，我祈祷自家的未来，做得去到舞台上，带本披萨快乐。不过，假扮的事情，让我所有的东西做较废铁的。虽然我天嘅杀人，想到出发嘞。还没想过原谅伊，不过也真经当难。因为痛苦嘅唔係伊，係我。你讲的冇唔错，我是不爱做我哈口累了。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两只猥琐很阴森，一只细细嘅希望。哎，你这好可爱哦。哪一个？你说他头上吗？对啊。什么啊？把它拉下去，每天都带一朵花。真的？哪有？每天换不一样颜色。好，改天帮你加一朵花。真的吗？不要，要还是你要蝴蝶结？哎，不知道这是新来的班导是男的还是女的哎？你一定希望是个辣妹吧？如果是个正妹老师，上课起来不是超有精神的。你也吃狗？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哦，你不要这样误会。我多买了这杯，请你们喝。哎，爽哦，虾！不客气。我靠，运气真好，现在老师喜欢珍珠奶茶哎。我跟爸爸保养不行啊！哦，哎，你走开呀！超脏的啦！超恶的。哎，老师好，他头发。现在开始点名。周云农、我要记你一支警告，因为你抽烟。你也太过分了吧！我不是在学校里面抽。就是因为你不在学校里面抽，我才只是记你一支警告。那我要跟大家讲，你有抽烟，我刚才只有看到，那是谢子毅啊。
请问你满18了吗？那等你满18，再来和我讨论抽烟的问题。你这个阴险的人！我只是提早让你知道社会的现实。对了，如果今天晚上你和谢子毅要再过来学校表达你们的不满，建议你们把面具画漂亮一点。上次我看很久才看出来那是鲁夫。今日讲水去的，下晡帮你退好冇？哎呦，应该唔会去老太家讲啦。Kia， 到底要找我们来这干嘛啦？排赛，我去帮大家买饮料，所以才迟到的。你找我们来这边干嘛？那个，因为我们3个是朋友啊，所以我有一件事想要跟你们讲。搞什么神秘啊？好啦，有事你就讲嘛。我那天晚上有在学校看到你们呢。姑嫂，篮球是你动篮的啊？因为我想报复老 K 他们。Kia， 大家晚上都不用睡觉，全部来学校干嘛啦？朋友耶，很没运动家风度哎。那本来就唔系运动家。阿成，怎么又喊来？我来请冯先生啊。下松要结落婚。什么？其实你不是赵亚玲，听讲你若去好高本来就做得了。车先生，有咩还有其他嘅事情要老外讲啊？迄安尼啦，我想喺老吴讨论一下蓝农的事情。蓝农。就是你板轰那个周君农。错啦，冯先生，你敢听说我记忆紧歌啊？也个洗来哦，会从细看到大啊。虽然讲较娘威式的，不过其实本身袂坏，唔做咧靠你下无。
这样从头进来不会怎样吗？不会啦。你干嘛？嘘，我带你们来看我的另外一半嘛。5、6、7、8，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来，指下一背 ，ready， 1、2、3。哎，哪个是女朋友？那个，上去那个。 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8，3、2、3、4、5、6、7、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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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6、7、
Kia，你这种人可以交到这么正女朋友？没有啦，其实他还不知道我喜欢他。暗恋？那我看你还是放弃算了。为什么？没语言的时候搭不起来的，对不对，麦子？哎，写好了，来，我已经帮你开好一罐了。怎么样？我这里不会差哦，有色有零，又有撞球跟电动可以打。那个我们是干部，所以会很看好。好啊，如果你肯愿意每天帮我标收，没事中一下点，我是可以靠你算你便宜一些。不是哎。哎，警察难弄个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觉得下午阿川说的话也很有道理，既警告不如把他就杀给波屋，既可以让那小鬼发泄过多的精力，也可以培养他服人群的精神，在记录上也不会有过失。那你们可以以后没？你到底怎么想的？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吗？哎，揍敌你会有瘾头，该用死就不应该用仇人来发泄情绪。事情都按旧了，你都要回想着放过自己。来，把这个发下去。这次的校庆，我们班要表演诗歌朗诵。校庆活动不是应该让我们自己决定表演什么吗？如果你们不想表演诗歌朗诵，那我们现在来决定要表演什么。有没有意见？
谢子毅，我想要表演竞技啦啦队。为什么？还有没有人有意见？我想要唱歌。唱歌好啊！老师，武术表演。哪会啊？啊，跳街舞啦！哎，变魔术怎样？超屌啊！没有吗？那我们来表决喽。赞成魔术的请举手。哇塞！没想到竞技大队拿这种票啊！而且老师还让你成为活动负责人。你要怎么开始啊？其实我没唔知的。啊？跳摆我也冇参加过啊。那你要怎么举办这个活动啊？不知道哎，我只是觉得他看起来很热血啊。没关系啦，我们3个是朋友啊，我们一定挺你的啊。哎呦，那是你的天数啦。我请问你啦。啊，大雄今生哦都没有缘分的谁没朋友小米啊？讲嘛干哦，搞不好就借这次的机会有没有？你跟小米就蹦蹦蹦蹦。动动，对不起，这不是垃圾啊！啊，对了，为你们介绍，这是一半，在跟你们做朋友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朋友。大雄，快点，他都来了，快点，加油加油！有事吗？没事的话，我要离开了。那个，我们班想找你当啦啦队教练，可以吗？我不要。没关系啊，国父革命11次才成功哎，你还有10次机会啊！好。对啊，你还有10次哎，哎呀，不要生气啊！喝杯饮料，想办法。10次也很多哎，而且你还有那么多国小同学啊，对不对？对啊。不差小米一个啦，没听过吗？来，做麦队员刚好。有吗？个 email。唐贡，你们班上同学要在校庆的时候表演竞技啦啦队。哇，你可以不可以让我当他们教练，然后你又可以重新当。迄个人人也看作朋友，经过唔好讲遐个话题。明明就对竞技啦啦队念念不忘，要装作一脸不在乎。女生哦，怎么这么难懂？你要扯，哪有鸟啊？这给你。这什么啊？是我找到一些有关啦啦队的资料。你应该给麦子吧？他是活动负责人呢。放心啊，我不会让他知道那个秘密的。什么秘密啊？没有啊，哪有什么秘密啊？没有啦，我们在讨论啦啦队的事情。我去找蓝龙讨论哦。这没有秘密吗？我们是好朋友哎，有秘密一定要跟我说。真的没有秘密啦？真的吗？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呢，竞技啦啦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运动，它结合了体操、跳跃、特技、
口号，还有舞蹈编排的有氧运动。什么问题啊？我要去练篮球了。哦，去吧。竞技啦啦队是有氧运动，它是……算了，我们分开来练习吧。加油！加油！小心一点，轻一点啦，不要受伤哦。痛！不行了，加油啊！快不行了，再忍耐一下啦，快好了。真的不行了，真的加油，再忍耐一下。我不行了。哎，有没有怎样？还好吗？没事。小心一点，来。大娘，小心一点，小心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哎，没事吧？怎么办？你可不可以躺平呢？这里。老师，他的伤势很严重吗？应该是骨盆移位了。以前我都是那种不被人家注意，然后又交不到朋友的人。说真的啊，要不是我认识麦子还有南荣，我现在应该都会孤孤单单的，没有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梦想应该是跟大家一起团结努力，一起实现。我觉得做那些一起团结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我的梦想。因为是跟我们朋友麦子还有南荣一起完成的一件事。其实我很开心能认识这些朋友。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哎，我觉得跟他们在一起还蛮快乐的。你们实在太小看竞技啦啦队了。这项运动不是你们这种什么都不懂的菜鸟可以玩。竟然在操场练习，才会害同学受伤。冇事困呐，你一定啦。懂懂事情哦，五十次没你做不懂。看，你都来用了，不要了，根本就跟死样子。哎，觉得你很厉害，请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社团。现在我们再表决一次，由你们来决定，到底是要表演诗歌朗诵，还是竞技啦啦队 ？Yeah, someday it's time to hot Let's go！ 也给爱追去听的，邻居该开始的 sunset， 是我书包砸掉，say hello， 电影 open the door， 天空就会疯狂的舞蹈 ，Give me phone call， 爱你容量变成不tango go， 爱母咪 say 爱母咪，爱追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Saturday， 今日 Sunday，Come on， 亲爱 Sunday。哈口嘞，我小爱哈口嘞，最后迄个哈口。哈口嘞，我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梦唔错，我是不会做过。半个一个 word， 想象力的，看到地都不停的 search， 原料配色黑，搞不你的 homework， 爱唔什么做谁？嘛唔爽做唔好势 ，It's time 时间到嘞，拍摄很爱需要白体嘞，爱最闹 Monday， 唔错的 Tuesday， 你唔得 Wednesday， 轻松，不用慢一点，到唔了 Thursday， 最后的 Friday，
Saturday，今日 Sunday，Come on， 新的 Sunday。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哈口哈口嘞，最好黑的哈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Yeah， 你讲的冇错，我是不爱做过。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哈口哈口嘞，哟，用不哈忙哈口哈口哈口嘞，也小爱哈口，差不多的啦。光复中学有啦啦队，是因为我来了这个学校，一直到现在目前已经迈入第11年。那当然，在草创之初，对啦啦队对这个学校而言，一定有很大的困难，不管是在经费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在人员上面，而且尤其因为刚开始光复中学的啦啦队是女子队，所以女生而言，其实要来当底层扛人家，真的在这个部分是非常不容易。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我的梦想只想当一位体育老师，所以我从小就一直很爱运动，然后一直到现在自己可以成为体育老师，然后后来接触了啦啦队。我想，如果你没有踏出第一步，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成功。但是你有踏出了这么第一步，你会成功的机会会比别人更多。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你只要有梦想的人，就一定要勇敢的去做，然后去追寻你想要的梦想。但是这是正面的、正向的。